相信你若是假面骑士的粉丝，看了这么多模型七特米，一定是大开眼界。而且14只拢是第一代昭和时期所推出，到代已经超过50档，嘛是日本东映公司上长会收的经典英雄系列。另外，同款珍贵的，也有1998年搭配弹珠超人影片所推出48集的模型七特米。其中，董事长王国英手中由4只角色组成的光之龙嘛早的绝版。像这只迄个光之龙，伊这4只，甲伊合体起来安尼，吼。但这现在市面上足少有些物件，我伊第一代塔卡纳的物件，吼，我内底有收藏，应该还佫一堆，我摕一半来尔，啊，感觉过时间哦，大家若有闲话，带来阮就故事馆参加呢。除了欣赏市面上已经看薄的模型七特米，古堡黄目子园区嘛希望唤起大家暂时放下3C 电子，家己动手来体验组装的成就感。其实是可以训练小孩的一些什么空间理解概念啊，以及精细动作啊，所以其实是过年期间啊，可以来这边哦，远离那种手机，然后来这边组装一下，训练一下自己的能力，然后这个也是一种爸爸妈妈应该有很喜欢的，就是这种怀旧的小东西。每一当过年期间，古堡黄目子园区的创新展览，结合安定区的行村，嘛互区长热情推荐。大人可以回味以前的小时候，小朋友可以体会一下那个年代的不同的玩具，好是什么样子。好，在这一个新春的期间，可以又有玩又有的好东西，然后应该也有一些吃的，也会来一起在这边。园区表示，到时初1到初5每一天，也有限量200台小汽车模型要免费销送，机会相当难得。台南新闻，军旗采访报道。